我爱永远有一样，如果伤害唔应该了解，没所有誓言都会改变，唔讲唔痛爱，已经唔从头摆。默默爱会唔会改变？唔改变，用心一起，心中的伤意，一定了解，了解，没所有的梦都会唔见。痛爱已经行经呀。阿飞，阿飞，
小姐，不好意思，请问那个刘建业先生他的状况？很不清楚，请你再稍等一下。好。尹飞，你有没有来烟呐？有一些事情要让你讲，好吗？你看，迄一罐新亚白。爷爷爸。其实，你不非动失踪诶。我该啊。其实非动失踪，就迄亚吧。害怕迄基金飞去动失踪。他用迄动失踪的股票，其实你也在基金飞的母体，就会想要老股熊做掉事。海西啊，你讲的假啥哦？听从免挨爸很不关心骗你。动失踪，一旦就动胸管心物。去伤害关心爱。这世界其实都关心。挨妈保平家己都来比啊。动失踪动消费，我对你真都做阿爸的建议。其实，你持有种无办法被给感觉，现在也太远的事，除掉老故乡做掉事，幸好的本唔伫，总唔得唔记得切开本。你哪有讲的啊？今天我老爷公安你公安大。无听从张的母妃啊，挨爸出体机一家，很不关心骗人的啊。其他身体无歹好，你就抗勇气着。也没想体谅其啊，跳脚开刀，也没想是要娘的，结事实有损失无？歹爱要想，佢今日是用爱去关心，已经无爱报卡给你，今日是用爱去照顾。老爱讲啊。李飞，当然有你的关系了。見行見也。他会拍到你啊！接到请求无同来联络的，伊伫迄个地方去小学讲呢。哎呦，将公演过节哦，我打电话不来听。唔甲他母爱阿飞用伊啊，迄个无机唔超办法，通讲带到疗养院，已经做伙几行人。
要替人无？爱万岁啊！我来看刘伯伯。你不是在忙吗？刘伯伯。啊，我来就好。娘才掩盖的无啦，无，敢做阿面出资的，敢迄啦。安舅动刀嘅事哦，也很伫个想啊。我遐细毛也慢了后的，娘才要肃死安救的。刘伯伯，你有没有想喝些什么？我去买给你喝。好啊，谢谢。丫丫，还有，哎呀，到此一百，亮面亮面。丫丫啊！来，哦，哎，做唔得啦，应招，佢先你去应兵啊，当兵去了。哦，这落位是，哎，丫丫，哎哟，容易基础，做真的老自由的，用起来有心嘛？真啊卡。用啊，你要编把戏哦。冇，来吃烤哪嘞？你啊基础，哦，你啊错诶，迄吃龙虾鱼嘛？没啊，佢跌到几片。炒，看的来，哎，哦，有看到吗？又跌到一片。嘿，炒古手风，嘿，哪边采过来呢？一片啊？丫丫呢？迄几片嘛？唔知，你看找看一遍。哎，操嘛，古手不用去自由的哦，迄有朴素的，做唔得凊彩乱做啊，要看风给风向。古手啊，既然唔做迄个自由的，唔系天时上比赛啊，要天天的做哦，天天的标做通脚啊，标唔起来啊，操嘛。除非讲我对点向点风的方向，嘿天天的标，要用这个吃宽呐。来，现在可以吃宽啦，看标起来嘛。丫丫，加油哦！哎，安尼这一片，来，我标先来哦。哎，一张，没来标啊，看来这位风茶哦。来。哎，你用来么啊？哈？你用来么？还是用啊，也叫做得挺头毛啊。做得啦。真紧哦，有迄个毒丝哦。哪有人做皮鞋来不用自由的啊？你休闲鞋啦，唔系皮鞋啦。哎呀，差不多啦。反正这俩种哈，给生活守着，就会做我们的做俩种海啊。哦，七星衫，这种哈，Nike 衫，生活守则。种海生活守则哦，第一条，就是我哋老家太子年纪强下，想要变开来。啊，第二条咧，就会做我们的做俩种海啊。哎呀，那人讲，还迄体摆不用自由的呢。哈，真紧哦！敢条甲哈，唔要去用醋来搞个爷爷哈。要错的哦。
全部在树上看落的啊。哦，你个脚无事吼？咱做阵听通无啊？做得啦，做得啊，冇问题。看一下。做得做得。阿燕呢？冇得谈恋爱啦，过来不用自由的啦。你拢讲乜个法？看来厉害。散啦，看慢较强。先生，你在解到无？我歇困一下诶，等下再去。哦，好啊。散啦。来来咧，看来飞快车。俺这是谁啊？俺冇喊。唔会啦，看人家叫我中嘅人呢，我同我系嘛。我从小哦就好一样，玩到远啊。唔会痛，唔会痛。看原来地位哈。唔会痛，我较强些的时候啊。好啦好啦，差不多差不多。好诶，好，俺只是我去下落之后，我落俺老教你。唉，唔会啦，讲麻烦。强松多的嘞。好，差不多。歹势哦。唔会啦。歹势哦。我说着汽水无，我去拿。免擂茶。便擂茶，我还按金色的。好，等一下哦。实在痛啊！你中了。健行健呀。还做得无？当然做得啦。俺是谁啦？啊，错个啦，喏，迄做生理的，我想问，伫遐内有伫卖迄种艺术的天咯？你要买天哦？买去做啊？无啦，像我哋好教嘅就学生的啊。天哦，做唔能买艺术的，还唔算石头的啦。有钱哦，蛮想要买艺术的啊。毋过你嘛伫我等个高中哦，就按老师戆唔要去申请买经费，好到计着篮球啊、排球、棒球、羽毛球，全部就会计着家长捐钱的啊，那还有存的钱去买天哦啊？唔怕，来想办法，让人天数。真的哦？真的。安尼就真好啦，了伫。因俩位哦，争取的唔多，迄讲细学的可以用电脑学到一点小好的东西，安尼就真好啊！你那种性格哦，就像弗洛伊德讲的，理想的性格，完美主义。无啦，我还是哦看唔下去，想要做到事情的。事实上，以后交本还是好啊。大照顾，大照顾，唔会痛的。
摆做嘛咱唔人来讲，你就会给银飞个董事长。我有咩唔对？迄做本地，我现做的嘛。其实，我一次去个深圳机飞，我人生一届的故乡。自细啊，你好爱听。这嘛个给运费哦，全部个事情，全就为伊出面啊。迄个唔对故乡按优秀，想要留故乡做对的事情，更应该去搞落来，错冇？免想要一家来，但是。爱对毋是摕多年的，你对唔平满你，爱对毋是爱亲好的朋友，人也不要，我因为的成功，会批判朋友老不用本来的。金凤，你19、16年嘞，还拿什么老？我过生日啦，金凤。阿嫂，爸，你用20条就在喝酒啊？今日去请的人，有请到无？妈，阿爸爱请吗？听做个演示，我就落去。我们能讲。金凤啊，我请了该喏。你请东西啊，没事管呐。唔要走去台北，请见下朋友朋友，有请到无？朋友比走了。走嘞。
阿燕呢？哎，你在做嘛？就这里啊。你在好小事，我让你讲，你对好，对好。好。見行見也。阿燕。哎。你在好小事，你上班唔免老爱讲，我天后的问题，拄好挨爸哦去公司，问天后啊，你讲有拄好也无拄好。迄讲 Q 的天哦，我无好教哦，系无？系啊。哎，安子生，真给安子生呢？你用啊？无啦，看你按欢喜个用诶。当然欢喜啊！迄讲了着细号的，有天后做地用的法哦，海白吹头树，就唔养头唔养偏年呢，安子生呢？唔会啦。迄讲哦，你也哈哦，你就会变做叫着细号的超级大偶像。诶，记住，你是会想办法避进来哦。飞机嘛个啊？还有在要求。哈哈哈，迄哈呐，输迄个，我会记得欠我个要求哦。好啊，拢爱讲上个嘛该。你哈还忙上到，还上到在人讲。毋过还蛮上到。要求哦，哎，先讲吼，挺难的，我还是做唔到。唔会啦，伊简单哦。下年拜你就底诶。好。我来天数啊。哦，好啊。了解哦。呀。嘿，三下毕业哦。哎，安子生。下年拜你就底诶。计基金费，生理球啊！做嘛要生理啊？迄毋迄买顿阿妹？下暝过生了后，总来生理基金费，你无诶，下暝还找家下，就多关心佢啊。下暝不骗个时间，因为连100就无去看过去。就100没好。
你才送伊嘛？无穷样咯，恋爱以后做人家，才会变到一身高、一有钱，然后就也提防哦，变到行较好、行较闹热。还有商业处唔是招到老板当有事做啊？我唔会硬用查条嘅兵送去啊，替你公布一下，好冇？唔系安用啊！唔系安用。兄妹，你有冇做错事，你就把它亏了。迄个唔错噶，因为记得朋友中意嘅唔迄个，但係即欺骗自家，事情才会变到安樣。呢件事情做唔嘅啊？阿總你講啊，你3年上床幾多錢？還問你幾多錢？上家亲强本人可唔是，因为我较无钱。也因为成功出来做条卡，传动赌钱，也比到成功，马改事情就做会出来。故此，我停在松台边，没办法的事情。跟做爱本来嘛，伊啥？带到个人人亲近，去表现程度。刘先生，最近好无？细号的，伊上也唔呢？把开刀，张开天。安用注意好啊，唔用的喏，属于厝边的哦。阿伯还好无？唔好，是唔好。用的喏。俺妹妹懂清楚啊，像。特别亲嘅朋友，冇想到佢好多年前就过身呢。安樣？係啊，咩唔知，迄物嘅交心嘅朋友，我嗌爸
说着好多年的酒呢。无听众眼免忍受。哪有可能啊？老外爸哦，才32年呢，哪有可能认识强我的朋友啊？好啦，请阿伯哦，保重身体。唔免遐啊，好好照顾阿爸的身体。見行見也。车站是故乡的大门，很肯定掠着人顶个台风，来来去去，伊掠着伫掠片村外，也伫掠片政府。阿珍的啊。阿爸休3个时间，伊快乐哦。阿爸，干在哈呢？爸配唔配一张吃屎给你们？而且呢，阿爸老讲，佢幸福啊，我自家啥个很掉的哦。店家还有看到卖花的，然后买盆来。哦。刘伯伯，来看你了，还带了你喜欢吃的水果哦。你今天有没有觉得好一点？谢谢，好多了。你这么常来看我，不会耽误工作吧？当然不会啊，怎么会呢？刘伯伯啊，你今天气色看起来比之前好很多哎。最近工作顺利吧？哦，很顺利啊。你们2个在一起这么久了，
该有一些打算了吧？啊？我想等英辉工作稳定一点再说吧。我这次动完手术啊，还可以撑多久我也不知道。我现在最希望的就是看到英辉早一点安定下来。英辉，你现在到底打算要怎么样？刘伯伯都已经在问了耶。你不能假装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。你不能一直回避我们要去讨论的问题。我希望可以做我自己喜欢的工作。你就去找工作啊，去找工作安定下来嘛。可是我喜欢的工作你不喜欢啊。当初是你说要为我改变的，你做到了吗？你没有做到。我觉得我们已经没有未来了。好东西，好东西！来，加了！有送很多东西啊！好多东西啊！来天数了，恭喜你哦！哎，来慢点，来阿平做点嘛。清楚哦。好，你。阿平，啊，请动了，请动了。陈先生啊，上一班送的天罗蛤蟆浪大车。对本教啊，实在贡献众多，贡献众多啊！高总是客气啦，你啊对东西要创上提供的啊，哎呦，像迄天仙的甜甜。错啦错啦，因做第个么个五贵搬运法，留个东西吼搬到个需要个所在。按样东西无加，没无少，物质不灭定律呢？敢要做欣赏的了？不灭人家偷啦，用板凳偷不住人家偷哪里度啊？不灭定律。徐老师啊，你通过其实啦，也是一片热心。其实我也懂期待吼，今年叫多罗我新机台嘅人气，办到福岛来使用。按样有一系列困难啦。没问题啦，给天气安热咯。你看，麦开礼堂、音乐教室全部没人气，有人气吧，学生了专门热到。啊，高总、先生，好挨。陈先生啊，陈先生，实在热心本教嘅事务啊，拜拜，一定会天数争取做本教嘅荣誉董事啊。好啦，高总，可以啦。还有啊，弄个放嘅饮水机啊，那是热晒易达，又要按到学生使用，係唔係？冇問題啦，好挨嘅，拜託哈，太細。你爱留到2片，遇到某个事情，比工作还较重要，会遇到你。就没有人想法会是我的意思是说，我们的想法越来越远。流過山，流過天，流向愛，土地的記憶湧入水中，10月愛也在一沙一沙，係祖先行過嘅印記。愛呀土地，愛夢中嘅天堂。避風吹，用也被也結痂，避向天夢，土愛記得。